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，头一回出访的行程是已经确定啊。11月30到12月初6，要去南太平洋的3友邦马绍尔群岛、图瓦鲁甲帛琉。风声是在回程的时阵，赖总统可能会过境美国夏威夷甲关岛。不过，总统府甲外交部是保密，无对外说明。上帝赐给我智慧、勇气和能力，能够带领台湾人民完成3项使命。参加国家祈祷早餐会，总统赖清德表达希望会当照顾台湾2300万人的生活，维护国家的生存发展，也个追求和平，甲维护印太区域稳定。因为赖总统上任了第一遍出访，7天6暗的行程，将会去访问帛琉、图瓦鲁、马绍尔群岛等南太平洋的3友邦。赖总统的核心目标，期许希望达到3个永续：第一是智慧永续，第二是民主永续，第三是邦谊永续。2位是新当选的，1位是连任的。所以在这个时间出访这个3个友邦我觉得时机点也非常之好。赖总统的欢迎南岛智慧永续之旅，11月30出发，12月初3到马绍尔群岛。赖总统会会晤海尼总统，并且伫马国国会发表演讲，随时到图瓦鲁接受总理戴斐利的谢见款待，不过未伫咧图瓦鲁过岸，最后就到帛琉拜会总统惠恕仁。也係伫咧帛琉國會演講，想要初6下晝返來台灣。因為團講佇來回行程，賴總統將會過境美國嘅夏威夷加關島。對此，總統府加外交部依然正保密。相關過境的安排我們都在仔細的規劃中。目前呢，也不方便向各位透露。也利用這機會要呼籲那個中國不要做無謂的干擾發動僑胞。住在地的大使館也會跟當地的僑胞也好，跟當地的安全單位等等都會保持充分的合作。外交部也希望中國唔通接到這邊賴總統出訪動員進行私了。另外，這邊訪問團的成員也包括總統府秘書長潘明安、外交部長林佳龍、僑委會委員長徐家清、海委會主委關碧玲等部會首長。一個基礎醫療建設加氣候變遷等企業界人士。記者綜合報道。